是 Gitu Ruda Pinawana i Kalabalaban。教大家漂亮这个台湾族语。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单字呢，跟我的歌有关哦。这首歌叫做《咖喱棒》，不能乱爱。其实咖喱棒不是不能乱爱的意思，咖喱棒是斗笠的意思啊。为什么会用那个咖喱棒来取做这个母语名字？其实这个歌就在讲说，传统社会里面，原住民很多族群的社会里面，男女之间的那个相爱，不是像现在这么直接的，不可以随便乱爱别人。真的吗？对，不可以。然后我就觉得，哇，那以前的人也太压抑了吧！如果我看到一个很喜欢的人，我真的很想要喜欢他的时候怎么办？然后我妈妈就说，他们就是会用，比方说给他斗笠啊，然后帮他擦汗啊，他们会在那个工作的场合当中交流，他们的示爱方式就不会像现在那么直接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学习跟爱有关的字。今天跟我一起学的同学也是在爱方面很有经验的。Hello， 我知道论爱很有经验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夫，好阿夫。然后还有我们的教母 Rolling， 好，老师今天我们要来学有关于喜欢的，喜欢怎么讲？情而来，情而来，吉利瓦是爱，心上人。哇，古吉娜正来呀，古吉娜正来呀，吉娜正来呀，这个很严重，随便爱，比正来哈，比正来。随便是怎样的随便？说随便乱爱就是歪歪的去就你嘛，就要怎么走这种年轻人自己在走自己的路。那我这种是有点相遇的意思，所以你不能自己去找别人相遇。有没有讲到说台湾族男女怎么谈恋爱这件事情？因为现在我们很清楚，你怀念一下以前怎么谈恋爱。以前男女谈恋爱哈，等于是在跟家人谈恋爱。首先要去讨好他的父母，我们不可以自己去我喜欢的这个阿拉斯，我去找他，他的父母介绍给我这样。如果其实父母觉得哪一位哈这个我可能也是孤单的，你们说他会看这个品德，品德很重要。以前我们谈恋爱是这样嘛，常常就是工作完了之后，大家晚上一伙就坐在那里嘛，有时候在叙述白天工作的现象啊，有时候在唱歌啊，对唱。我觉得我对他好像有感动的时候，那个人会回应给他。可是我有一个好奇，如果突然有很多男生想对同一个女生唱歌，好吵。通常我们都会承让，多让。许叔叔带着那是家教，哪一位最适合？这个时候长者会出一些意见。还要长者唱，你先唱。天哪，太严格了吧！所以如果假设我是第二个人，我先出头了，我会被扣分了。那我们现在要复习一下那个单字，有心上人怎么讲呢？吉娜就来呀，爱怎么讲？吉利瓦克，好，喜欢怎么讲？情而来，随便爱。比情来，比情来，比情来，比情来。今天老师有准备一个例句，这例句很长，可以告诉我们它的中文是什么意思？好，我再决定我要不要学。对你的爱意隐藏在我心中，古比尼瓦隆是心嘛，我的心。古比尼我隐藏这个当做隐藏，景来呀讲是景而来就是对你的爱对你的喜欢，对喜欢古比尼瓦隆。Aku jangan讲努索，古比尼瓦鲁，怎么样可以讲得很深情？那就跟你的对他的爱意的成分有关。古比尼瓦鲁。老师，我们今天再复习一次。讲而来，爱，吉利瓦克，然后心上人，吉娜讲而来，随便爱。比将来，对你的爱意隐藏在我心中。再见。古比尼瓦隆，阿古将来呀，讲努索。今天学习到非常多有关于爱的部分，请大家谨记不能乱爱。空中母语教室，下次见。